白字课，犹太人求生者。有一日，耶稣伫耶路撒冷的圣殿对行，有几个犹太人来为伊。耶稣看为伊的人的时，伊问因讲：恁带什么？为伊的人讲：阮捌听你讲道理，阮爱你诚心者互阮看。耶稣问啥个人讲：恁为什么爱看神者？因讲：阮爱看神者，互阮通胜利。阮捌听你讲道理，阮中间有真侪人无信你所讲，有真侪人无信你是上帝的囝。你听神者，互阮通信。你若听神者，阮要信你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囝。你若是基督，你就明明甲阮讲。耶稣答为伊的人讲：我捌明明甲恁讲，总是恁了交离。我捌奉我的天父的名听神者，恁为什么交治我所听的代志？恁为什么交治我所讲的话，甲我所做的代志？恁若交治这的神者，我无要搁听神者。恁交治我的话，恁交治我的神者，我的天父互我听神者，我的神者是真实的。恁无信神者是真实。我的天父住伫我的内面，这是真实，总是恁唔信。我甲天父是一个，总是恁了解我所讲的。为耶稣的犹太人摕石头爱定伊，因要定耶稣。耶稣问讲：恁为什么爱用石头定我？犹太人讲：因为你是人，总是你家己掠做神。阮爱用石头定你，因为你掠家己做神。你讲上帝伫你的内面，你讲你是神。耶稣因犹太人讲：恁家己的律法讲，奉上帝的话的做上帝。恁的律法是真实的，所以恁为什么爱用石头定我？因为我讲上帝找我来，上帝是伫我的内面。看马太第16章第1节到第4节，约翰第10章第23节到第26节，第30节到第39节。